宣调，着家己谦卑伫主的面前，我就要来高声恁，请问上帝伊就要亲近你。人对我讲，咱来去耶和华的厝，我就欢喜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着的日子，咱伫这日伫中间要欢喜快乐。所以现在，请咱备办好咱的心，咱要做三间的祈祷。敬拜我的主耶稣，敬拜我的主耶稣。敬拜我的主耶稣，敬拜我的主耶稣。敬拜我的主耶稣，敬拜我的主耶稣。全能慈悲的阿爸父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让我得到帮助，拢是我靠你的名，永远至圣的阿爸父上帝。求求你，搁一摆用你的荣耀来眷顾着我，阮大家拢蒙恩，专心来敬拜阿罗你。今日阮谦卑来到主你的心宝座前，要来恭听你的教示，求求你开启阮灵内面的目睭，我会当明白你的旨意，也开启阮灵内面的耳朵，我会当听清楚你的教示，我就会当伫生活中来彰显你的美德。我就会通专心专意来服侍你。最近伫这个华盛顿的报道，美国国家的情报总监海恩德，伫5月7日，伊伫国会来作证，表示讲中国最近真积极伫建军，伊企图要来接管台湾。对现在到2030年的中间，是至关重要的，甲真逼迫性的。海伦德讲，
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也搁伫进行中，中国拄拄想要对这来得到教训，也是无法度来判断，北京是毋是拍算趁这个混乱中要来侵略台湾？美国认为中国真积极地建立这个军队，要来达到无惊美国干涉着会通接管台湾这个地步。美国国务卿、国务院伫本月5日大大的更新这个网站顶面的这个美台关系现况，描述成果的情况已经宣读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以及美国无要支持台独等这话语，却是新增加着依照台湾关系法。美中公布甲6项保证的长期一个中国的政策，总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某某指出，美国依法掏空一中的这个原则，总是普莱斯却是表示讲，伫台湾的议题顶面拄拄亲像清单所描述的，美国将要奉行依照台湾关系法。美中3联合公布甲6项保证的这种政策，所以咱都爱继续为着这个局面来祈祷，求上帝大大保守着咱台湾前途的这个平安。但是在全世界各地方的这个语言病毒已经渐渐平静落来。总是咱的台湾，却是每一天一直拢用这个本土的病例来出现，佮求上帝来施恩赐福人民，互咱正百姓大家拢有一个悔改的心，台湾这个大地也要得到医治，咱仰望着上帝恩典来帮助着台湾。但今仔日咱佫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来敬拜俄罗斯。求求主你的人民，互今仔日所有参与着这个网络礼拜，以及实体聚会乡亲兄弟，做用着心灵诚信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，互咱大家每一个人会当朝做上帝要赐的管道。现在恳求主你大声来清起罗卜的嘴，相信会来感受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互阮。有一个蒙恩，一个主日，让阮诚心的祈祷感谢，都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敬拜我的主耶稣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马可福音14章第3到第9节。第3节，耶稣伫伯大尼去泰戈病人西门的厝，伫坐着食饭的时，有一个妇人人带一罐玉盘入来，内面滴真纯、佮贵的纳达香油。伊讲破玉盘，甲香油拼伫耶稣的头壳顶。有一寡人真受气，互相议论讲：奈就安尼来浪费香油？因为即罐香油会当卖300外个银仔来真济善车人，因着甲伊责备。毋过耶稣讲：出在伊去，你哪会甲伊刁难？伊有为着我做一项好事，因为定定有善车人甲恁做伙，恁不管时拢会当好款待因。毋过我无定定甲恁做伙。即个妇人人已经尽力来做。
伊先用油抹我的身躯，来甲我准备埋葬。我实在甲恁讲，福音无论传到什么所在，人拢会讲起即个妇人人所做代志，来纪念伊。第二位的圣经在记载伫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，19节。所以，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入爸、囝、圣神的名。既然我所命令恁的，着教示因守，佮我日日甲恁伫咧，到世间的落尾。这是上帝的话，既然读，甲听遐个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拢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啊。阿明。好咯，交朋友就是耶稣。好朋友就是耶稣，同当作我交烦恼，真正咱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渡，心肝常常喜乐平安。到花路艰苦事，这是对咱每有趣心，每有放心交托主。最好朋友就是耶稣。通当作我交烦恼，真正咱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渡，心肝常常喜乐平安，到我路艰苦事。这是对咱每有信心，每有放心交托主。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通当作我交烦恼。真正咱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渡，心肝常常喜乐平安，到我路艰苦事，这是对咱每有信心，每有放心交托主。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通当作我交烦恼，真正咱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渡，心肝常常喜乐平安，到我路艰苦事，
讯息，袂有放心交托主。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通当作我交烦恼。真正咱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推倒。心我常常喜乐平安，到达我愈艰苦事，这是对咱袂有讯息，袂有放心交托主。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通当作我交烦恼。真正咱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推倒。心我常常喜乐平安，到达我愈艰苦事，这是对咱袂有讯息，袂有放心交托主。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通当作我交烦恼。真正咱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推倒。心我常常喜乐平安，到达我愈艰苦事，这是对咱袂有讯息，袂有放心交托主。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通当作我交烦恼。真正咱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推倒。心我常常喜乐平安，到达我愈艰苦事，这是对咱袂有讯息，袂有放心交托主。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通当作我交烦恼。真正咱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推倒。心我常常喜乐平安，到达我愈艰苦事，这是对咱袂有讯息，袂有放心交托主。各位乡亲、士大、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网络的发明甲普及化是最近20-30年的代志，总是这个世代有这个
独有的这个挑战甲危机，因为伊改变了人的这个生活方式，降低了人的这个道德标准，伊霸占了人真侪时间，伊嘛破坏着人人际关系，也破坏着人甲上帝的关系。伊全面性影响着全人类这个生活。总是伊虽讲有互人带真侪人方便的所在，总是伊嘛带互咱有真侪这个伤害甲捆绑。这个是对敌因最大的这个诡计，要互人将这个时间甲浪费伫迄个无必要浪费的代志顶面。等这最后所出来传道以后，有真侪人来跟对着伊，最后所看到真侪这个需要，已经感慨对学生讲，要死的这个庄稼真侪，做工人真少，所以恁着要求这个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伊的庄稼。上帝讲，最后所家己做就通做了。伊嘛会比学生做得较好呢，所以最后所已经乐意，互学生来参与。最后所一定也体验到，身为人主的伊的时间甲空间，拢总是真有限的。伊伫世界的时间无真长，伊爱拣选学生来做因所托付要互因的这个工作。伫这个17世纪吼，伫这个法国有一个兄弟叫做劳伦斯吼，伊当过兵，做几啊年的这个兵，但是不幸伫这个战争中，伊受了重伤，所以就安尼生，伊淡薄仔来拜卡，所以行路就一摆安尼，所以伊袂当做什么粗重的工课。伫这个37岁的时，伊就进入这个加密山修道院。伊毋是要去做修道师，伊乃是用这个平信徒的身份，加做修道院的工人，专门负责这个厨房的工作。那么虽讲伊知影家己是安尼，叫做笨骹笨手，啊，佫无爱做厨房的工作，总是伊悠然接受。因为想要用着上帝的方法来克服伊家己的个性顶面的这个缺点，并且用着厨房的这个苦工来接受伊个人罪恶的这个忏悔甲弥补。劳伦斯兄弟用这款的心情，伫厨房做苦工做4年久，伊面对这个厨房的垃圾的环境，以及无聊的工作，伊感觉非常非常的痛苦。总是伫这个痛苦中，上帝互伊来反省，互伊看到家己想过头用家己做自我中心，所以心中就充满着这个苦毒甲怨恨。所以劳伦斯伊回想到家己，伊并无什么款的这个温顺，总是伊至少伊通专心一项代志，就是去听上帝。结果呢，伊整个伊的生命、伊的生活、伊的工作，所以得到完全的改变。所以对这开始，伊就充满着喜乐甲快乐。所以现在呢，伊招面你愈顶话仔的时，伊招面来俄罗主，厨房变做伊的天堂。伊当伊咧炒菜，还是咧拼粪扫，还是对地面上捡一支草起来的时，伊拢感觉到是为着上帝来做。那么当这个厨房最无用的时阵，伊感觉到甲祈祷这个神圣的时刻无分别。伫这个厨房吵闹声音中，当有几人要当时求伊来服侍的时，伊感觉到那亲就是咧分派这个圣餐一样，真神圣。所以几世纪以来，伊诚做上帝同在上好的这个见证人。迄是最后所知影，伊需要一个宣教的团队来扩展福音，
互即个天国福音，会当早一日通传遍天下的。所以经过规暝的祈祷了后，主要说就对因对伊的人中间来竞选12个人来设立因做学生。最后说安尼做有目的有3项。第一个目的就是爱因常常甲家己同在；第二个目的也是要找因出去传道；第三个目的就是要互因有官兵来赶鬼。这12个人必须着爱常常甲主要所同在做伙。伫服侍以前，必须要先甲主有密切的联系，并领受主的这个教示。因要传讲教因的这个信息，这个信息伫基督死、埋葬、搁活、上天以后，就搁较确实有力有力，也搁有因也得到气力，通来赶鬼。因甲迄个恶者的征战，也必须这属天的这个官兵。学生就爱甲主这亲密的关系，这个密切的关系就塑造了学生因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画面。基础才有服侍，搁再基础就是要有这个信仰甲基础的彰显。马可福音16章20节讲，学生出去到处宣扬福音，主甲因同工用时则因对着正式所传的这个道。所以咱往往是将这个本末颠倒，将信仰基础拢甲伊排伫第一优先的。咱的主要说，基督伊做什么款的信仰基础呢？咱的主要说，伊医好手高大的人，医好这个摆骹的人、痴迷的人。所以无论这个疑难杂症，主要说拢总无问题。其实，这个拢是上帝国的这个记号 ，science 哦。以色列人看到这个记号，就想到旧约所记载弥赛亚所要做的代志，就知影上帝的国已经是降临了。最后说伫要上世纪以前，还佫有一件真特别的这个经历。伊去伯大尼生大太哥的西门的厝参加一个宴席。坐倒的时阵，有一个查某人着一罐玉盘，真贵重的这个真哪达的油膏来拍破玉盘，将油膏停伫最后所的头壳顶。这件代志引起真侪人的生气。最后所讲，犹在伊吧，为什么为难伊呢？伊伫我的身所做是一件水的代志，因为常常有送养人甲恁同在，要向因来行好事，随时拢通。只有恁无常常有我，伊是为着我安葬的代志，将这个香油膏有先停伫我的身躯顶面。在马可福音14章第30节讲，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普天的无论伫什么所在传这个福音，也要讲起这个查某人所做来做纪念。这段故事，才就主要所讲的，无论伫什么所在伫传福音，也要讲起一段的故事。因为这段故事是生命的这个转折点。如果传了福音，却无讲起这个故事，伫主来看，接受福音的人，伊的属灵的画面也无容易来重大的。所以常常甲主耶稣同在，这是最后先第一件重要的代志。其实这个安德的初次遇到主耶稣的时阵，才甲主耶稣带一年尔定，就知影耶稣是一个弥赛亚。最后说选调12个学生，爱因常常甲伊同在，借着这每日的相处，主要说将真侪代志来教示因，佮坚固因的这个信心。
这个门徒的训练是主要说侍奉的一个核心。所以主要说开始侍奉的时，是这个群众来传福音，伫各所在咧行神迹奇事，医病赶鬼。所以有真侪人跟对伊，有的人是要看神迹，有的人是要得到医治，有的人是要食饼通得到饱。主要说通去有真侪人，总是人数的这个最少，并不是主要说优先的重点。那么这个12个人，拢是对无同款的家庭背景、无同款的职业，最后说爱这12个人，想着到家己同在，最后说要将家己的活命投注伫这12人的身躯顶。最后说伫真实期以前，对学生宣告一件代志，这记载伫约翰福音15章15节。最后所讲。以后我无搁得称恁做奴仆，因为奴仆毋知主人所做的代志，我要称恁做学生，做朋友，因为我对我的爸听到的已经拢甲恁讲啦。我要称恁做朋友，因为我对我爸所听的拢已经甲恁讲咯。最后说，对今仔日开始，要称你是朋友。这个朋友是咧讲一种的特别的朋友，那亲像是伫皇帝还是君王身躯边，这个核心人物。有的人甚至是甲君王做伙大汉的，人讲青梅竹马，还是最亲近的朋友。通因称因做君王，主要这个幕僚。这个人无一定有官位啦吼，总是因对君王的影响力真大。因为因知影君王的心思意念甲想法，君王有时阵要做决定代志的时，嘛会去询问这个幕僚呢，来听因的意见如何。另外，这个朋友这个字也用到这个伴带，这个伴带甲新郎是最接近的，甚至伫这个婚礼的时阵，有真侪时新郎干那顾结婚就好。其他整个这个婚礼安排，拢是伴带在做决定的。这个朋友唔单单是好朋友尔听，而且这个朋友是好到一个程度，甚至人讲放下性命，通讲是一个死党。咱台湾我做换贴的啦吼。所以这个兄弟，这个朋友的想法，甲主人是同款的。幕僚也是这个。伴带拢毋是一般的普通的朋友，是一群要完成上帝伫地面上要建立这个上帝国的这个朋友。最后说，这群朋友办不了大使命，伫这个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，伊讲哦，恁着爱去，互万百姓做我的学生，奉爸囝圣一个名，甲因洗礼。既然我所吩咐恁的，拢着教是因来遵守，我就要常常甲恁同在，一直到世界的这个末日。做出用这款的方式来总结伊3年半多情肉身的任务，等于要倒转去天顶，上帝来交代最终的这个报告。就对天顶来伫地面上的上帝，伊的时间用到这个。拣选一批人，伊爱常常甲因同在最开始，最后就托付学生大使命，用我就常常甲恁同在，直到这个世界的末日，这个保证来做收尾。所以讲最后说，特别上天，就是马太爱咱知影，基督是以马内利，是甲咱同在的上帝。踮伫咱内面的最后说。才着圣神甲咱同在，爸甲囝才着圣神也踮伫咱的内面。基督徒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的整体，拢是上帝所徛起的所在。伫遐，上帝3个位格中间，永远的听的交流，通借着信徒彼此的3条来展现出来。
伫咱内面的圣神，要互咱来持守，继续甲这位带着国外的身躯进入天国的最后所极段3年。最后说，伊要提升着咱的眼光，互咱看清楚，咱真正的活命就是伫基督内面。最后说，头到尾，甲咱同在，最大的原因就是伊的神已经将咱带入去，伫伊的生命中间，同时也将咱带入去伊的使命的这个中间。所以受苦者无需要代言人的，乃是需要会当安尼聆听心声的人，甚至是会当甲伊做伙这兄弟甲姊妹。所以，愿上帝国度的旨意成全，愿世界伫伊的掌握中间，愿圣神的大权能和上帝的荣耀彰显伫受苦人人群的中间，来陪伴伊。这确实是一件真水的代志，所以陪伴是一个真水的代志。阿免。回应诗歌，主声安慰着我的心。那么今仔日这个讲道的主题就是陪伴一件水的代志。所以咱要来恳求主会当甲我同行，日头落山，求主甲我同行。暗暝渐渐深，呼求安慰的声音点点无应。只有望主怜悯，甲我同行。漂泊流浪孤单，生活茫茫，看到欢喜的水景，亲像云雾。幸福如何要流掉呢？什么人会通知影？只有恳求主怜悯，甲我来同点。当我还阁住伫这个休斯顿的时，休斯顿有真侪只越南的朋友，咱有一个越南朋友就教我唱一条歌，真水的这越南的诗歌，所以咱今日就要用这条诗歌来做回应的诗歌，陪伴咱是一件水的代志。阿免。求主甲我同行，日头落山。求主甲我同行，暗暝渐深，呼叫安慰声音，点点无语。请望主怜悯，甲我同行。飘飘流浪孤单，生活茫茫，快乐欢喜随叫，亲像云雾。幸福如何流掉？啥人会知？只困求主怜悯，甲我同点。求主甲我同行，日头落山。求主甲我同行，暗暝渐深，呼求安慰声音，点点无语。请望主怜悯，甲我同
老调，啥人会知？一群叫主人民，甲我当点。漂泊流浪孤单，生活茫茫，快乐欢喜随境，亲像云雾。快乐如何老调，啥人会知？一群叫主人民，甲我当听。求主甲我人行，日头落山。求主甲我人行，暗暝渐去，呼叫安慰声音，点点无语。真望主人民，甲我当行，飘飘流浪孤单，生活茫茫，快乐欢喜随境，亲像云雾。幸福如何老调，啥人会知？一群叫主人民，甲我当点。求主甲我当行，日头落山，求主甲我当行，暗暝渐去，呼叫安慰声音，点点无语，真望主人民，甲我当行，飘飘流浪孤单，生活茫茫，快乐欢喜随境，亲像云雾。幸福如何老调，啥人会知？一群叫主人民，甲我当点。漂泊流浪孤单，生活茫茫，快乐欢喜随境，亲像云雾。快乐如何老调，啥人会知？一群叫主人民，甲我当听。
我人行，日头落山，求主甲我人行，暗暝渐去，呼叫安慰声音，点点无语。望主怜悯，甲我同行，飘飘流浪孤单，生活茫茫，快乐欢喜随叫，亲像云雾。幸福如何老调，啥人会知？只困求主怜悯，甲我同点。求主甲我同行。日头落山，求主甲我同行，暗暝渐去，呼求安慰声音，点点无语，请望主怜悯。甲我同行，飘飘流浪孤单，生活茫茫，快乐欢喜随叫，亲像云雾，幸福如何老调？啥人会知？只困求主怜悯，甲我同点。漂泊流浪孤单，生活茫茫，快乐欢喜随叫，亲像云雾，快乐如何老调？啥人会知？只困求主怜悯，甲我同点。这条车做来祈祷，亲阿爸爸上帝，我感谢你。今日我对圣经马可福音14章第30到第9节，以及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做来思想。陪伴是一件水的代志。对今日的信息中间，咱知影，上所有这群朋友。办不了大使命，讲恁着爱去，有万百岁做我的学生，用爸囝圣神的名甲因洗礼。既然我所吩咐恁的，拢着教心来遵守，我就要常常甲恁同在，直到世界末日。咱最后所用这款的方式来总结伊伫3年半多谢肉身的这任务。会要倒伊个提点，爸上帝所做事工的报告，
所以对天顶来搁在地面上的这个上帝，伊会时间用着竞选一批人，伊爱上着甲因同在，在最开始，最后托付学生的大使命，用着我就常常甲因同在，直到世界末日，这个保证来做收尾。是讲最后说，特别上天，就是马太爱咱知影，基督是以马内利，是甲咱同在的上帝。他踮伫咱内面的主耶稣，才着圣神甲咱同在，爸到囝才着圣神也踮伫咱的内面。所以基督徒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整体，拢是上帝所徛起的所在。伫遐上帝三个位格中间，永恒的听的交流，通照着信徒彼此相听，来展现出来，给咱内面的圣神，互咱持守继续这个带着国外的身躯，进入天国的最后所来杀人。最后所提升着咱的眼光，互咱看清楚，咱真正的活命就是伫基督内面。最后说，这个头尾甲咱同在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，伊就是上帝，已经将咱带入去伊的生命的中间，同时伊嘛将咱带入去伊的这个使命的中间。受苦者是无需要代言人的，乃是需要为人聆听的心声的人，甚至是为人甲因做伙的兄弟姊妹。所以，愿上帝国度的旨意成全，愿世界伫伊的掌权的中间，愿圣神的大权能，和上帝的荣耀彰显伫受苦的人人群的中间来陪伴伊。所以陪伴确实是一个真水的代志。咱同心的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祈祷。阿门。这条赖萨牧师要甲恁祝祷，愿天父上帝做甲恁面，最后所记录稳定，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直到见做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。乡亲时代，咱今日实体礼拜甲网络礼拜，到这就要告一段落。我们后回同一个时间，无论伫教会还是伫空中相见面，愿上帝所保护恁，阖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再会，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去照万百姓做好事，甲伊行，随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。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。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。恁着去照万百姓做孝事，甲伊行，随来归遍上帝。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。阿罗哈哦，阿罗哈哦，我名我予伊的名光照你。阿罗哈哦，阿罗哈。